在经历了3周的密集赛事后，延迟了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8日正式落幕。美国最终以39面金牌夺下奖牌榜的榜首，中国则以38面金牌排名第2。土耳其在奥运会上获得2金2银9铜，排名第35位。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近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继续开展和深化民族团结一家亲政策。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在一家亲名义下将汉族干部派驻到维吾尔家庭，已受到海外维吾尔组织的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2017年开始的大规模拘留期间，强化了维吾尔族与汉族人一家亲政策。当局称，约有120万中国干部以一家亲的名义被安置在维吾尔族家庭中。希腊消防单位表示，一架空中洒水的灭火飞机今天在位于爱欧尼亚海的扎金索斯岛坠毁，所幸无人伤亡。昨天，阿根廷超级球星梅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和情况。在发布会现场，梅西流下了眼泪，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巴塞罗那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并不想离开这支征战多年的球队。根据梅西自己的话来看，他这一次离开巴塞罗那并不是永别，而只是再见，也就是说，未来仍存在回归的可能。塔利班发言人8日表示，塔利班已攻占阿富汗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这是塔利班当天宣布攻占的第3个首府城市。过去3天内，塔利班已经控制了5座省会城市。沙特阿拉伯因新冠疫情而将海外朝圣者拒诸门外第18个月后，周一起将陆续受理已接种疫苗至境外穆斯林的赴朝觐申请，朝圣人数从每月6万人放宽至200万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培恩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将制定类似于美国全球马格尼间接人权问责法的欧版制裁法案，以便对践踏人权或引发国际关切的恶劣行为的个人或实体实施有针对性的财务制裁或履行禁令。澳大利亚维吾尔组织一直呼吁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承认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并追究中国官员在种族灭绝中的作用。